嗯，好，就是你若讲这个名，我已经知影几嘿，十年哦，但是哦，台语要哪读，我今仔日才知啊。哦，人有嘿，捌用台语也读过这伊个名，所以哦，哼，要哪读伊个名，今仔才知影他做宋德来吼。对，来，好，呃，诶，云林好，人，嗯，是客人哦，吼，招安客人，招安客，哦，招安客，嗯，但是招安客嘿，应该是拢已经好多客吼。哦，好好，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嗯3年文学奖，等等，伊摕过足侪奖的吼，著名的一个小说家。伊的作品呢，嗯呃，你看伊的800年代是算伊个收嗯，即个禅啦吼，哦，后来，哦，嘿嘿，所以我较早除了嗯，小说以外吼，我知影伊有写一寡即嘿，个哦，不用即个教的，不哦，教的不教的呃物件，我记得好，我有看过一嗯本，不这本嗯嗯，嘿。哦，敢有好看，你感觉？无啦，就是你写主要是你讲，伊就讲嘿，迄个嘿，原书不够，则是哦，正性的不够。你讲迄个哦，这个汉团不够，已经嘿，变质啦吼。主要哦，是安尼讲啦吼。嗯嗯嗯，小好，说呢，嘿，嘿，应该是夜宵煞安怎？我是感觉有故事性，嗯但是因为我嗯，只有我之嘿，前有买一套3本吼，哦，早就会嘿，惊，我好，再来写两嘿，诶2本伫遮吼。嘿，诶，但是嗯，拢是嘿，算短篇的小说，短篇、中篇安嘿，尼吼，所以好好，故事短短但是拢有故嗯，事性就对啦吼。因为哦，啊，我印象中嘿，每一篇小说就是开始就是一个人要因为什么代志要讲一个故事安尼所以嘿嘿，故事就是安尼起头。哦，好，敢有好看，你感觉？我嘿，看你有兴趣看，也是咱讲嘿，泡泡，我我我嘿，唔对你来讲，敢讲吼。我是讲，嘿啊但我是感觉我是好嘿啦，对你来讲，就是因为好看唔好看是别人无共嘛，就是嘿，主观，啊，毋过就是好嘿，你的看我法是安怎？嘿，我感觉毋是毋是嘿，讲介好看，毋是介好看，毋是讲介好好看，了解，但是呵呵，嘿，以小说来讲，应该是可能嘿，笔法是算是袂歹的吼。好 OK，好了解，嗯诶我这套3本，但是第一本无去啊吼，剩第哦，二本、第三本。嗯，呵呵，但是嘿，即阵人无讲到这嘿，3本作品。三分哦，嗯，是哦，奇怪。也是有合起来，也是安我怎？嘿，无确定呢。嗯，伊是毋是伊诶，算合嘿，集安尼？嘿啊，我合字，我嘛是安尼我嘛无介叫，清楚，因为即只拢无讲起即本，我手头即套就奇怪。哦，诶，啊，毋呃，过伊有喙啊，是足早前的代志，有喙，要来讲推行支持迄个教育罗马尼，虽然迄个罗马尼甲白话字有可能是无共的，毋过原来伊是支持台语文运动的，其实我之嘿，前拢无感觉伊有咧支持台语运动哦，诶。系啊，嘿，因为伊拢写华文吼，对对对对，嘿好好，所以讲嘿，爱看伊个资料才知影。所以我今仔看就是我之前看了，写一篇我感觉就奇怪，伊干嘛要写台语？哦我迄阵哦，感觉毋知。吼吼哦，因为我之前是拢毋知影有即个作家，我是哦伫较几啊年前，5、6年前开始有
会伫面册就看有一寡台语运动的人会讲到即个人，才知影哦，原来有即个人，嘿，OK，啊嘿啊嘿啊，所以讲我我知影，所以讲我知影有即个人，毋过我毋捌读过伊的册安尼，我之前伫嘿个Facebook 有看到嘿，伊，我记得我搁有甲朋友吼，就是哦嘿嘿伊迄当阵你伊咧翻译一寡嘿呃台湾嘿，要安怎讲文言文的台湾史啦，但是我煞袂记咧啥物哦嘿，对一寡文章啊，伊甲哦呵呵翻做白话安尼，啊当然拢华语写吼。哦呵呵，了解，一时仔想袂起来是对本，敢若是一时仔呵呵，想袂起来。你看电脑嘿伫即个嘿诶，嘿，百度即个中国的网站。有讲起伊的一寡作品吼。一寡嘿啊嘿啊，诶，搁较详细，我手头即套就是即个系列的小说啦。对哦，啦，免啦，所以这就来去大合集嘛。古兰，诶哦，对对对诶，对对，就呵呵，两个合集，比如讲伊伫嘿即只伫无共所在诶嘿，出版的。发哦，表的作呵呵，品安尼，合做三本，嘿，我手头有三本哦，吼。好，了解，诶嗯嗯，啊，嗯，我手头就这三本吼。原来是安尼，呵呵诶，呵，了解我第一本了解，无去，剩这后壁这哈哈哈哈，诶是是是，啊，伊的嘿伊的伊的作品啊吼，较有名的就是一本嘿，个哦，嘿，什么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哦，哈哈，是听起来就足文青的感觉，萨姆看迄本《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我哦，捌看嘿，过，我毋知有好看啊无看，可能就后现代的啦，我咧摇啦，应该是叫后现代这篇啦，这本啦，嘿，是96年是，出版的个，然后我哩呃，可能就后现代，哦，你有好，机会你那个笑来看卖。好，嗯，原来是安尼，好好，嘿，好啊，咱嗯，来看一下这嘿，篇书啦，吼，第二篇，好好咱来读好吼。好，好，对台湾女性运命。对台湾女性文明，看庄司总一的长篇小说，看庄司总一的长篇小说陈夫人哈。《邓夫人》。嗯，哦，好，开始嗯，好婚婚姻对一个台湾查某人啊，诶，婚姻，来讲，迄个婚，应该是嘿，婚姻敢有合顿，也是无合顿婚？I 姻 N，无 IN 着婚好好姻，好了解。婚姻对一个台湾查某人来讲是真重要的，是真重要的，因为往往得决定伊一生的幸福，因为往往咧决定伊一生的幸福。还是无幸福，也是无幸福，嗯，特别是日本时代。特别是日本时代，日本时代上下层社会妇女，日本时代上下层社会，诶，下层，这个敢若变调下层社会的妇啊，女，对你若对，嘿，好，是嘿，要变调毋变调拢应该是会使啦。应该是拢好了解下这层，嘿，嘿啊，因为这个事我事上无咧讲，就毋知影，就无关系变调下层社会，好好好，了解，我嗯，相信平常人无就嘿，含你咧讲安尼讲法啦。嘿，嘿啊嘿啊，了解，啊，就是嗯变成讲你若变调下嗯，层社会，嘛是会使啦，嘛嘿，是听有啦。嘿，好好嘿，了解，好。好，若亲像得过路在一般的生活，嗯，那那那亲亲亲像亲像嘿，亲像咧。
个路在一般的生活。嘿，那即个亲像得就是有变调吼，若亲像若亲像得，亲像，敢是合作伙的一个词。若亲像咧个，嘿对，嘿若亲像，所以讲若亲像就是亲像的意思。啊，迄个若字是啥物？敢无对，甲敢无高一字的意思？若那嗯嗯，爱查一下呢，那到底是什么？应该就是那就是亲像啊，诶，你即讲若就是亲像，我感觉，啊，好好好，了解。哎，啊，查看我觅，系啊，若亲像，嗯，若出若。嗯，那应该是这个意思哦，哦，多一个，哦，如来如安怎？嘿，哦，好好，了解。等我一下，我记一个。好，嗯，若亲像，歹势，电脑怪怪。不要紧，等一下，嘿，好，这个，好好好，记好啊。嗯，大理大书店吼，嘛是嘿，应该汉字嘛是用这字啊吼，嘿，啊，伊解说有三项。我咧想嘿，讲，这个哪亲像到底哪亲像是，要嘿，来解说。对啊。哎，拄则我去找台语，找伊感觉就是无，就是有有收若唱跟若亲像，就有是无哪唱，若唱嘿。啊，就是哪唱的意思啊？嘿，嘿啊，毋过就是我拄则就是好现讲，敢无若高一字，敢无家己一个意思。诶，你讲诶，哪唱？我是伫找台语找着诶，伊进来改版了后有加一个代理新书，敢是安尼讲书哦，书，嘿，新书，咁嘿，敢是另外一本册，嘿，嗯，又是另外一本，但是我唔知，唔捌听过。我真是嘛毋捌听过即个迄本册。诶，所以哪唱？你讲用啊，这直接看，我是嘿啊，我拄则找的时阵是分开，什么意思？无无迄个海粉，无海粉，什么？哦，嘿，啊，就是空格，嘿，用一哦，个空格分开，嘿，我为什么我嗯，找无？嘿啊，为什么无？那像我看的拄则是啊，N 啊有两个 N，是鼻音的 N，嘿，不两个？两个 N，嘿啊，CHHIUNN，哦，像，对对对对，嘿，嘿嘿，伫遮看到的，无解说。嘿啊，连其他的书店拢无收，嘿，
就是台湾，若是台湾也是诶，无说那个 教 TJ，育部上 这个有 TJ 修法， 372啊，372，372，372，那，嗯，伊就是唱的意思，哪亲像哪唱就是亲像好。所以讲看起来，伫哪唱也是哪亲像，即寡词内底哪都无家己一个固一个字的意思。嗯，你看伊若汉字是用这个，就是敢若嘿，这字哦，就是对对对，这字就是本身就是亲像啊嘛。嘿嘿但是，是你若讲伫遮用这字，嗯，就是愈，哦，愈来愈就是像安尼，你若袂，我若毋，你愈袂我愈毋就对啦。你若袂我若毋，若久若好，嗯愈久愈好，若多嗯若好。嗯，哦，好，这是愈啊，但是这也是要你大书典是嗯愈来愈安怎渐渐变化啊。一好，日过一日，若寒，嗯边仔若大汉，嗯边若上重，就是嗯，愈来愈安怎？过来是，嘿是，但是愈看愈深色的意思，应该是哪看哪深色。哦，嗯伊若攻击，我若反对啊。嗯若两项代志同时咧做，同一个时阵嗯若行若讲。嗯，这个含若亲像敢若拢，嗯，我感觉敢若斗袂为啥起来的感觉。嘿啊，嗯，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嘛不介确定的。嗯，哦，来，加，哦哎，甘你店加啦，伫遮啦吼，应该是哦，伊这是这个啦吼，三 D 啊，那亲像我那哎是兄弟家。哎，诶，这个伊伫遮那就是咱，那就是咱，这个你有看到头一个词？但是我无理解系啊，这个咱是什么意思。系啊，我嘛无理嗯解迄个咱是什么意思。嗯，那哦，那白你，嗯，那白你，那有，那被是你，是什么意思？我看那是亲像的意思，是我遮。我就看毋过伊嘛是无特别解说即个字，这里白是什么意思？毋知。嗯，等于咱，嗯，被你，嗯，啥叫咱什么字？看起来无别的意思啊，就是咱平常讲的咱，还是咱人，咱的嘿，咱，咱人，嘿，无伊讲的这你看，嘿，咱亲像，嘿啊，咱亲像就是那亲像，毋过完全毋捌听过咱亲像迄个意思，也是即个咱就是阮的迄个意思。等下吼，我来看，嗯嗯，来看一下原册。呵呵，诶，就是看这个嘿，咱人咱的咱主，也无哦，伊嘛是无汉字，呵呵，咱亲像，
呀，系啊，嗯，诶，嗯，无安尼。嗯，哇，所以看昨天我伫那里系啊，到底系啊，是咧想我是讲，系啊，所以讲有可能咱伫即个书内底真正无顾一字的意思吼。嗯，你若讲要问我，我读起来我的感觉是啥吼？嘿，我就感觉这那个那华语来底讲，好比，好比，哦，对对对对对，好比对对对，诶，好，嗯，了解，但是伫店内底拢看不着安尼解说啊，所以我嘛毋知这是要安怎讲。嗯，系啊系啊，要好，分哪亲像，就那请求，是呃，就是迄个弱啦，就是拄则即只即个，就是我拄则讲嗯好比就是即个的意思。嗯，哦，哦，是是是，好，哎哎，嗯汉字的，但对我来讲，就是汉字爱写安尼，嗯较嗯嗯较合迄个意思安尼啦。哦，而且嗯嗯嗯，系有着嘛是教育部用的汉字，哎对，嗯，好，语感啦，我的语感是安尼吼，我读起来我所知影的感觉，我读个感觉就是安尼。但是我听到人安尼讲的时阵啊，我就感觉迄个意思安尼。哦，好好，了解。嗯，那亲像在过路财一般的生活，那亲像咧个路在一般的生活，心智，即个心是安尼，是安诶喙爱合起来，嘿，哎哎，心 M 结尾吼，对，心悸。哦，好好，这个我会记。查一个心智。这要安怎查呢？可能甘字典内有无？第二点有修这个书，心悸。哦，嗯，心智吼，诶，心智啦哈，心悸啊，心智，心悸。哦，对，对对，心悸，心智，因为后壁嘿，拢有接白嘿，字书，所以拢嘿，对。啊，因为一嗯般拢是后壁接拢有变调，所以我就惯势用看了这种读变调，是，是诶，好好，连什么都安怎吼，嗯嗯嗯，若毋互阮穿，甚至毋互阮食，哦诶，好钱阮互伊抢去，甚至煞互伊刣，哦嗯，OK，好，来继续读吼，好，继续嗯。甚至着沦为用身躯来换衫顿。甚至都沦为用身躯来换衫顿。诶，嗯，一般查某人一般查某人，大部分拢随便找一个人，嗯，嗯，一般查某人大部分拢随便找一个人，过掉就了事。过掉就了事。安尼安尼，敢讲会当嫁互上层社会的妇女？诶，安尼敢讲会当嫁互上层社会的妇女？嗯，会
当我一般嘛是会变调啦，会当安怎会当安怎吼，后壁接煞只定会数。当哦，好好，讲会当嫁互上层社会的妇女，敢讲会当嫁互上层社会的妇女，都无婚姻的困扰。都无婚姻的困扰，叫 J 嗯，啦，最开始，扰，嘿是，嘿，讲无啦，无无啦，即个无是讲有啦，啊，无是讲对对对，规矩的，规矩的嘿嘿嘿，否定啦。无这款代志啦。对对对，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台湾的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有带细姨的歹习惯，有带细姨的歹习惯，细姨拢会使吼，这细姨出口细姨，好参好。好，一个有钱人的丈夫，一个有钱人的丈夫，往往带真侪细姨。往带真济细姨，传统的妇女传统的妇女对丈夫带细姨的行为，对丈夫带细姨的行为，其实并无想象中的慷慨。啊，其实并无想象中的慷慨。诶，这个慷慨，这个词我爱记一个迄个音，好，慷慨。好，我正经毋捌应该是毋捌讲有过这个词。变调了哈，我读说哦，慷慨，毋知对啊毋对吼？好好好好，我要来查看觅。哦，对嘛，我变调哦，变嘿，慷慨吼，所以这是阮的变调。慷慨，嗯哦，慷慨，嘿，嗯慷慨。嗯，等下我记一个哦。阮的变调是读做慷慨了吼，变做第七声去，不是第好，五声。好，慷慨，慷慨，好，记好啊。你句较长了吼。好，嗯传统的妇女对丈夫带细姨的行为，其实并无想象中的慷慨。嗯，传统的妇女对丈夫带细姨的行为，其实并无想象中的慷慨。原配为着这款代志，原配，原，敢有原也是原配为着啊，这款哦，我有读应该爱有音了吼。落音吼，居原当然，这里是配，爱有录音才对了哈。也爱我记一个原配，第五条原配。那你点无收啦？哦，无录音嘛是有哦，哦，嗯，而且一般是拢读有录音的啦吼。有录音，好好，原配原，嗯，好记好啊，元宝，元宝会使读原做元宝就元宝对了。别个我毋哦，捌听人讲，元宝我拢哦，听过，元我是嘿刚听到元嘿，宝。元有 G 迄个音，嗯，好，元宝，嗯，元，嗯，哦，好，原配，读较对嗯了。嗯，哦，原配为着即款代志，会显示非常的注意甲上心，会显示非常的注意甲上心，差不多。哦，我搁即句甲自头到尾读一个。原配为着即款代志，会显示非常的注意甲上心，原配为着即款代志会显示非常的注意甲上心。差不多是上层社会妇女的恶梦。差不多是上层社会妇女的恶梦。
我记得我敢若伫咧读迄个萧丽凤的某一本小说吼，我袂记是白水嘿湖嘛，还是应该毋是嘿白水湖，是另外一本嘿《千嘿江有水千江月》吼。嘿，是，所以讲有讲一句，因即都算谚语啦吼，即俗语讲，嘿带水鱼，若敢若你嘿输骨册就嘿，对了，若敢若安哈，尼，什么意思？哈，什么？输就是迄句是输就是稀释嘛吼，骨嘿是，册就是骨髓。哦哦哦哦，遐你听的，咁非毋是常的听是，痛苦的意思。毋是听是，然后哦，纯粹伊就是敢若你嘿，处理骨册，就是你一个人挡袂掉嘛，就是我就免那讲就是对人就算的，就算的，就算就是就损害就大的吼，哦就算哦哦，是，哦，就是迄个损害就大，好了对解，伤害就大，迄个意思对对对对，就算啊，嘿了解，就算，嗯嘿哼哼，嗯，哦好，一直算嘛吼，嘿，哦对啊，讲就算就是一个嘿，什么一个意是，思吼。哦，就算了嘿解，讲嗯，当然伊写嘿，是华语写，所以我无介清楚台语到底要怎表达吼。哦，对嘿，是，对嗯，哦，主只看了伊家讲这个抓水鱼吼。嘿，好，嘿，是，咱继续看吼。嗯，日本时代台湾小说家呃，好嘛，日本时代台湾小说家赖庆写一篇叫做陆罗庆写一篇叫做《带水鱼风波》的小说，《带水与风波》的小说，诶，就是写做某的坚强不屈。就是写做某的坚强可诶想要反抗，想要反抗，当然应该变了。想要反抗有钱丈夫，想要反抗有钱丈夫，带水鱼所造成的家庭风波。带水所造成的等者带水与所造成的家庭风波，对对，嗯诶，爱甲规句读过，嗯，好，继续读落吼。诶，好，嗯这个争斗当然非常惨，烈，应该是烈，这个争斗当然非常惨烈，迄个惨应该有合顿吼，M 有合惨，文，好，文调是第凄惨，二声，好，惨烈，再看觅敢有即个修即个词，惨烈，可能无，你较无可能无，有教育部有修惨烈，这应该是后来华语的用法吧。系啊，我嘛是安尼感觉，我就记一个惨烈，我叫时间，50分啊，你我讲5分钟吼，咱这诶，段读过了吼，这段好，真另好。另外有一篇另外有一篇是咱着浓缩小解的，是咱着浓缩小解的，这个浓缩，嗯，看起来嘛是亲像华语，哎呀，我嘛嘛无，伊毋是应该无毋对啦吼，嘿，嘿嘛是台华甲教育部有收浓缩，对，道理。哎呦，今日天哎呀，无俗，这个读俗，的音，嘿啊，敢若有俗，嗯，敢若遮
加嘞，若是第二点嘿，U 有哦，所以这里拢嗯主要是这个旧这个音是台嘿语变用这个汉字来表达，旧嗯还是旧拢是嗯说，哦嘿是嗯，哦有缩写，我看毋过敢若只有一个嘿嗯，一个缩小，entry 尔，缩嗯，小对，缩小，嗯其他拢读得俗，嘿啊嗯，嗯趣味诶，明白。我拢听到，就是人拢读做是俗的音啦吼，缩有较嘿啊有较罕嗯听，但是俗是毋是嗯。较早的读法？嘿，有可能哦，嗯可能说即个音是大家拢惯习诶，嗯，OK，好，浓缩拢会使啦吼。好浓来，缩，我嗯，把这个音先标好，记，SIOK。嗯另外一篇是咱着浓缩小解的，就是嗯长篇小说嗯，《蓝狐狸》。就是好，另外有一篇是咱的浓缩小解诶，就是长篇小说《东夫人》，当夫人年的一段带细雨经过，《东夫人》你诶一段带水意经过，这段小说这段小说写出上赞社会妇女写出上层社会妇女。伫即种歹习惯之下拢会使吼，会大不幸。好，伫即种歹习惯之下的大不幸，互男性的见效甲规面全干。互男性的见笑甲规面全干。诶，规面全干，敢是定定咧用的一个事上的事。规呃，面全干，也嗯，是这是即个作是，家作家的家己的表达。诶，应该是对法嗯，律来的表达。哦，哈哈，原来是安尼，汗颜呐，你知无？呵呵呵，汗颜呐，哦，了解了，诶了解了，呵诶。呵，嗯，所以伊是用伊个汉言即个应嘿，该是算一个文言的嘿。表达词吼。哦，我看卖好好好，看哪里嗯，点修的，好，因为吼文言的表达法汉言呐，哦，原来是安尼，我即满汉干，汉言，了解，呵呵，汉干，我即满出门哈，等下你稍等下。呵呵呵，嗯哼哼哼，后礼拜你就要去澳洲吼，
哦，真歹势，嘿，你等来啊？嗯，也袂记个，这听我继续你聊聊先。嘿嘿嘿嘿嘿，哎呀，拄则我哦，嘛发现，你诶，个继续录影，嘿好啊，哦，拄读到遮啦吼，嗯即个汉言吼，当然这嗯是文言的读法嘛吼。嗯，嗯，我一直感觉讲台湾对即个文言文教育甲即个白话文教育的迄个争论吼，我感觉拢无，尤其是伫咧白话文即派吼，讲到嘿文讲介彻底吼。嘿其实我种反对文言文教育的，我认为讲文言文是伫大学的，或者是研究所的学院内底去教就好啊，迄是专门的嘿啊嘿啊啊嘿啊嘿啊，啊，即、个平常人咱甲即个白话文，就是嘿五手写五口，然后就是甲我嘿是，喙讲的话，甲表达好安尼好势，啊，甲写出嗯，来就会使。嘿啊，其实安尼就已经足重要啊，爱表重要啊，达爱好嘿啊。啊，表达甲你理解，若一定爱讲汉言啊，我感觉哦，讲汉言这是这文言的表达法吼，这除了用来嘿啊嘿啊，表现你家己做学问以外，一点意义无啊。嗯，啊，所以你拄则问我讲，其实只讲嘿见笑甲规面全关吼，我感觉这就是嘿，一种白话的表达方式啊，我感觉安尼哦嘿嘿，诶。是是，就较清楚啊，我电脑袂赞成讲你写汉奸较有学问安尼看水的。嘿啊我认为嘿啊所有嘿啊，伫咧汉字内底讲啊，安尼写会较水看看较水吼，我拢感觉迄是嗯，嘿，拢是足迄错误的想法。是假的，嘿啊，嘿啊，我即嘛伫华语内底文章，所有文章内底，你若伫遮吼，即句话安尼写，为之汉言，为之汉奸，而且文言的写法嘛。嘿啊，就是真嘿啊，真假表示讲嘿啊，根本就是迄白话表达，你无迄个能力写会出来。讲实我毋是讲别人，我家己嘛是会的吼，因为即个错误因静太深了，所以当然我即嘛嘿啊，就喊你咧写迄个华语的白文啦，白话文。但是伫咧写台文的时阵吼，我都袂讲嗯，哦，一定爱讲哦，伊所以即嘛是一寡新接触台文的人，认为讲因台语啊无啥学问，无啥物文化即个汉言都无爱，都写袂出来，都爱嗯，写规面全关。问题是对我来讲，认为规嘿啊面嘿，那是嗯好的表达方式吼。嗯 OK，好啦，这个讲到这，咱来看好，一本哈。嗯啊，我这个听一下。嗯。